这碟咱要来共读圣经，腓立比书第4章第8到第9节。结尾来讲，兄弟啊，恁着爱常常笑脸注意遐个美善甲值得通学乐的事，一切真实、高尚、公正、纯洁、通听甲公营的事，拢应该重视。恁对我所学习、领受，或者是听到、看到的言行，拢爱实行出来。迄个赐平安的上帝，就会甲恁得的。以上愿上帝祝福，也看过定定读伊的话，佮照伊的话实行出来的人。今仔日咱真欢喜。咱的台湾新人院陈院长今仔日要来甲咱传讲信息，就笑脸什么？当思念什么？请咱恭敬来听。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抱着一个非常感恩的心来到咱双连教会。今日是台湾新学院的奉献主日。伫遮，我要趁这个机会，甲咱所有双连教会的兄弟姊妹、牧师、长执来说多谢，因为对过去到现在，咱双连教会一直是新学院上界重要的支持，对伫新学院有真侪奉献，也来关心新学院的建设。连面我会请大家做伙来看一个影片，伫这个影片的内面特别有翕到台湾新学院的礼拜堂。来，伊有哪有翕到旧的礼拜堂？本来遐厝遐是已经拢咧落啊。后来，咱因为伫咱双连教会的几位长老中间发起一个叫做年希美赞助会，帮赞新学院来整修迄个礼拜堂。所以伫今年的3月已经完成。所以南面有那翕到新的礼拜堂是一个非常水、非常新的一个礼拜堂。所有的老师、学生，也是讲外面来的人客，伫迄内面咧敬拜。大家拢非常的感恩。除了这以外，我今日另外讲一项，这是伫北京教会无的。我特别感谢咱双连教会，因为2天前我有一个表兄，伊住伫这个承德路。阮妈妈迄边因无信主，阮妈妈是结婚了后才信耶稣。我这个表兄伊过去嘛无信主，阮有甲传福音，但是伊过去拢无信。2天前，伊身体无好势，了后伊家己甲我讲，伊爱要信耶稣，所以我去甲伊找，然后甲伊传福音了后，佮挑工礼拜日带伊去，本来是带伊去离因兜上界近的教会，长老教会。尾也毋知是安那，伫遐伊都无留伫遐做礼拜。佮后来我知影的是伊已经来到伫咱双连教会。我知影伊是安那留伫咱双连教会。因为伊伫遐咧，伊伫病院咧做复健的时，有熟悉有那白咱双连教会的兄弟，然后迄个兄弟也甲伊传福音，向伊做见证，佮甲伊关心，佮引带伊来到伫教会。所以我这个表兄伫今年已经接受洗礼。迄一日我无来，但是我妈妈也佮我的表姐，因拢有来到伫双连教会，伫遮做伙欢喜参加我家己的表兄的洗礼，即马成做咱双连教会的信徒，我非常的感恩。实在疗伤袂够，但是伫遮要向咱所有的双连教会兄弟姊妹，恁的疼心，恁的关心，我伫遮个人来献上我的多谢。所以我想请咱大家做伙来看这个台湾新学院奉献主日的影片。台湾神学院是一个注重祷告的学校。在老师跟学生当中，有很多自发性的祷告会。过去几年，在台神立案的过程中，我们遇到很多大的困难，但是感谢主，他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在去年已经顺利立案，今年也招录第一批的学生。我们住的地方是白宫，是一栋7层白色的房子，那这是夫妇宿舍，所以我们这边很热闹，大概快20个小朋友。很感恩来神学院，虽然很辛苦，那也没有什么很多的物质的享受，
但是上帝都有一些意想不到的预备跟供应。每一次真的都在最辛苦的时候，我知道神会给我出人意外的话。像这句经节就是：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我才知道，原来我要有信心，我才能够领受神的诸般喜乐平安。其实我有在祷告，讲说为什么在神学院要经历这些比较辛苦的事情。那我爸爸鼓励我说，因为我们将来会被分发到哪一些教会并不清楚，把它当做一个磨练的过程，然后去体验跟经历神一步一步的带领。小朋友跟我们彼此花了蛮多的心思跟力气重新适应。短短的1年里面，我们真的看见上帝给了我们多及时的帮助，从金钱到精神上，我们真的享受很丰富的生活。所以我们相信，真的我们每天都在经历上帝的恩典，然后未来也会如此。4年前，当教育部的官员跟审查委员来审查台神的立案时，他们所提出来的一个重要的批评，就是台神的礼拜堂、教室跟宿舍都太老旧，一定要整修。我那时候心里面很烦恼，我们哪有钱可以整修？于是我就呼吁全校的老师、学生跟教职员迫切为这件事情祷告。感谢主，他真的感动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了整修来奉献他们的时间跟金钱。我们现在已经有了焕然一新的礼拜堂跟校友会馆，而且女生宿舍也正在整修当中。台湾神学院研究部是培养训练神学教育人才的地方。一个神学院最重要的资产就是必须有好的老师，然后有好的学生，我们一起来为上帝的教会培育好的工人。台神的道学硕士课程希望提供好的师资，透过灵性的培育、礼拜的生活，来培养保罗所说的忠心见证、无愧的工人。感谢主，台神音乐硕士班明年有6个教育部立案认可的文学硕士的名额。我们英硕的同学，他们不但于提升他们音乐术科的能力之外，更全力的投入神学、圣经和教会历史的装备。他们非常的委身，非常的认真，令我非常的感动。在我们的社会当中有很多的困境，我们也会反思，到底我们的信仰能做什么？教会的责任又是什么？基督教关顾与协谈硕士组的成立，就是为了回应这些问题。从外面弟兄姐妹的回馈里面，都告诉我，这些牧者关怀师在牧养、在关怀的时候变得非常的不一样，我很与有荣焉。台湾神学院神学系主要的目的是服务那些有心在信仰上装备学习，但却无法在白天到神学院来上课的基督徒。我们希望每位基督徒都能为主、为教会、为自己的信仰装备自己。所以神学系鼓励大家先学而后服侍，服侍而后知不足。欢迎大家来神学系上课，并且支持我们装备信徒的圣工。在台神今年通过教育部立案以后，有很多教会弟兄姐妹问我，神学院是不是可以得到教育部的补助？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说明，过去100多年来，台湾神学院都是靠教会的奉献跟支持，不是靠政府的补助。我也相信，在未来我们仍然需要教会的奉献跟支持。我希望通过这样，神学院所培养出来的传道人跟服侍者，能够在教会里忠心服侍。神学教育
是建造教会的根基。有你们的支持，我们有信心完成传福音的大使命。伫甲我这影片的最后又拍出来，这是一个好的消息。就讲本来今年台湾新南医所招的学生，大学硕士班就是将来要做牧师的者，教育部已经有承认。但是一个新的消息，好的消息就是明年起，咱的教会音乐、甲基督教关顾甲协谈以及升学硕士，因另外这三个班，教育部有承认因的硕士的学位，所以希望咱所有兄弟姊妹有感动。欢迎来报考来读这个硕士班的学位。今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记载伫腓立比书，事实上是保罗伊已经坐伫家里，伊为着要向腓立比的教会来表达伊的感谢，因为腓立比的教会用具体的行动，也就是因金钱的奉献来支持保罗的传道事工。所以，伫保罗头前的3章，主要是要甲因说明耶稣基督的真理，甲因解释什么货是耶稣基督。以后，刷入去第4章，事实上是伊要做一个结论。所以，伫今日所读的经文第4章第8节，又就讲结论来讲，敬啊是真实的，是通敬的、可敬的；若是公义的，是清气的，通听有好名声的，有啥物好的德行，啥物通学乐的，恁遮的拢着笑脸。保罗伊伫遮一口气伊列出，伫当时伫罗马的社会，大家所公认6个好的德行。第一个就是真实，真实的意思就是真理的形容词，所以意思就是讲，遮的就是内在到外表有一致，叫做真实。是无讲白贼话，是诚实的。第二项是可敬的，可敬是指因为对人的生命的态度一种认真的精神所表达出来的迄种的外在的态度。所以因为安尼，伊会通得到人的尊敬。第三是公义，简单讲就是公平，是希腊人因所认为4个上界重要的德行其中的一个。当保罗伊头前所讲真实、可敬、公义这3项，事实上拢是对伫生命的态度。而且伊所讲的，毋是干那基督徒所注重，事实上是包括遐毋是基督徒的人，因嘛拢同意这3项是一个真正要紧的态度。搁落去第4项，见若是清气的，意思就是讲咱人的心思意念，因为伊有好的念头，有好的动机，所以伊无去做歹的代志，无去讲毋好的话。第5，通听的，中文翻译做可爱，但是这可爱毋是咱台语咧讲的鼓吹，毋是这个意思。伊这个是指讲因为美善的代志，所以大家会羡慕、会爱慕这个代志。第6项，好名声，是因为有高贵的行为，所以伊所做出来的行为，互人感觉得到荣光，所以因为安尼，众人会来学乐。所以伫保罗伊讲完这6项的好的德行了后，伊煞来讲，若是有啥物款的好的德行，有啥物通学乐的，恁着拢爱笑脸。笑脸伫台语敢若有迄个回想的意思，但是事实上伫遮有另外一种的翻译叫做不时爱藏伫你的心内，藏伫你的心内，常常去想。我毋知咱做一个基督徒，咱有养成一个咱日常生活中灵修、祈祷、读圣经、甲默想的习惯啊无？有的人可能是伫清早当困醒的时，有的人可能是伫暗时伫要去困的时，伊会回想伫伊一日的中间，伊所做的代志，是毋是拢有下伫上帝的心意？伊会去回想讲，伊今日所讲的话，有啥物话是无下上帝的心意啊无？咱有去做即种的训练啊无？伫箴言第4章23节安尼讲，
你得爱保守你的心，因为伊是活命的根源。因为伊是活命的根源。可能北京话咱搁较熟，伊安尼讲：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这事实上，伊咧讲的是讲咱人头壳内底，还是讲咱心内底所咧想的，应用伫伊的一生。咱人的一生讲起来实在是真短，咱毋知会常常会记起讲，有一日咱拢爱离开这个世间，然后咱爱去得到伫天顶爸的上帝遐无？中世纪有一个神学家叫做多马斯·阿奎那，伊有一句话安尼讲：人因为先有思考，思考化作行动，行动了久了后，伊变做习惯，伊习惯了后，最后影响伊的个性，个性影响伊的一生。我搁讲一摆，因为先有思考，然后变做行动，行动了后变做惯势，惯势了后变做伊的个性，个性最后影响到伊的一生。伫西方也有另外一句话安尼讲，我先用英文来讲 ：You are not what you think you are, but what you think you are。翻译做中文来通讲，就是讲你想讲你家己是啥物人，事实上你毋是啦。但是你头壳内底咧想啥，你就是迄。你想讲你是啥物人，其实你毋是，但是你头壳内底咧想啥，你就是迄。我伫遮用我家己一个过去失败经验来和大家分享。我会记得我当去美国读册第一档是我一个人家己去，后来入去博士班了后，我的太太甲囡仔做伙去。入伫博士班了后，因为有得到学校的奖学金，伫美国迄边的神学院的奖学金，所以后来生活会较无遐尔紧张。等我通过这个博士论文的资格的考试资格考，博士的资格考了后所以我主要时间就是咧读册，然后写论文。伫迄段时间，我大部分拢真正常，早起时去到地校图书馆，关伫一个研究室内底读册。到下晡4、5点的时，对遐搁倒去到一厝。因为对遐要倒去厝里的路程会经过一个超级市场，所以有时我太太伊会甲我讲，你若要倒来时你先煞去超级市场去买啥安尼通搁买菜倒来。过一段时间，我渐渐惯势了后，我到下晡4、5点巴肚差不多咧枵我就开始无专心咧读册我就开始咧想讲连面我就爱去买啥，搁刷落去，愈来愈惯势了后所以发现讲原来这超级市场伊拜一拢有迄烤鸡咧打折，4.99 4.99安尼我拢甲记起来。拜二呢，迄个德国香肠咧打折，一磅6.99，我拢甲记起来。搁有迄个一个月的最后一日搁有啥物迄个起司咧打折，我嘛拢甲记起来。所以呢，到尾我煞发现讲，我有时甚至毋是到下晡4、5点啦，我中昼过昼了后，我就开始拢咧想迄因为我家己嘛足爱食所以我规个下晡拢伫咧想讲，今日爱去买啥，然后买倒去了后我有时一暗就甲食了。You think what you are, you are not what you think what you are, but what you think you are。你想讲你是啥？我迄阵想讲我是博士生我伫遮咧读册其实我毋是啦。我经过安尼半冬了后我怎样变做身材一直膨起来，体重直线上升啦。所以过半冬了后，我发现讲我是啥？较像是迄个火鸡较像是迄个德国香肠，较像是气死了我怎样胖到变70几公斤？照讲，我的身高应该是标准体重是62，但是迄阵胖到70几公斤，去身体健康检查时，医生甲我讲，你若阁无减肥，你就安怎我迄阵才惊着，还阁渐渐甲减肥落来。咱头壳咧想啥，咱就变做行动，行动了后就影响咱的个性，然后影响足侪代志。甲我咱所看的这影片内面有几个学生甲因的家庭伫遐咧分享，其中有一个姓郑、姓郑的学生，伊伫中央大学已经完成伊的博士，伊的博士所读的是天文物理
所以伊来考试的时，我甲伊问讲：啊，你已经完成你的天文物理的博士，啊，你是安那来无要去教册，还是讲去做研究？伊甲我讲：老师，因为伊后来受教会的交托，所以伊爱负责做教会青少年团契的辅导。伊开始做青少年团契的辅导了后，伊才发现讲，伊自细汉伫教会长大，伊事实上是得到真侪上帝的恩典。伊过去家己毋知影，但是当伊开始做这青少年辅导的时，伊才慢慢体验到这个代志。佮特别伊向遐个也未信主的人，特别是青少年传福音的时，伊才知影讲，即种的恩典是偌尼海大。所以伊家己发现，伊讲伊头开始咧写伊的博士论文的时，伊头壳内底拢咧想伊的是咧天文物理的这代志，天文物理的。伊讲伊暗时啊做梦，有时啊梦见会去梦到迄个哈勃太空望远镜。但是到最后博士论文伫要写完的时，伊发现讲伊渐渐无做遐个梦啊。伊咧做的梦是啥？因为伊关怀、关心教会遐个青少年。伊有时啊伫梦中，伊会去想着讲，应该爱去甲啥物人传福音。伊会去想着讲啊，倒一个青少年，遮久敢若拢无来团契啊，应该爱来甲敲电话甲伊关心。伊伫梦中常常去梦见着传福音、关怀啊，遮个教会的事工的代志，伫伊的梦中出现。伊后来有一日清楚讲，这可能是上帝予伊的感动。伊渐渐清楚，虽然伊用真侪时间来完成这个天文物理的博士学位，但是迄可能是一个过程。上帝要开始引带伊行一个新的方向。所以这个学生后来入来到直神学院，真正感谢上帝。上帝伊常常会将伊爱互咱得到的念头放伫咱的心内。咱有详细去听，咱有注意去听，咱会听见上帝要互咱的声。自从我做台湾新学院的院长以来，我常常嘛咧想一个问题：是安怎马偕牧师因140几年前来到台湾传福音的时，伊会当短伫迄30年内，伊会通建立60间教会，伊会通甲4000几个人，互因来洗礼，真做是基督徒。是安怎因迄站传福音的效果遐尼好？后来马偕牧师伊的日记翻译做中文出来了后，我开始有机会我会读伊的日记。我渐渐知影其中一部分的原因。咱来看伊日记内底咧写啥？咱来看伊日记内底写啥？伊伫来的迄年，伊是1872年来到伫台湾，3月来到伫台湾。伫伊4月，过1个月了后，伊伫伊的日记内底写一句话讲：颜清华找我讨论信仰，我规暝为着伊祈祷，愿望伊会通接受主的道理。伊记一句话安尼。我想咱若有了清楚咱台湾教会史会知影讲，这个颜清华后来真正接受福音，毋仅接受福音，佮成做马偕牧师的助手，佮后来马偕牧师培养伊，成做一个真正重要北部第一位的传教者。马偕牧师伊所咧少年的，伊所咧愿望的，就是这个福音的工课，为着人的性命，伊伫遐来历史。暗时想这代志。经过20年后，咱台湾的一寡教会已经开始建立起来了后，伊爱倒去加拿大向伊的母会来报告。所以伊要倒去母会，要倒去加拿大一段时间的是，台湾的教会迄阵已经知影讲要安怎来听传教者，所以呢，台湾的教会来奉献100块银，要互马偕牧师，通去做伊的路费。但是当马偕牧师伊摕到这100块银的路费的时，伊无收。伊的日记内底安尼写，伊讲这100块银吼，会通过来开设4间教会，互即马56间的教会斗做60间。这是马偕牧师伊常常咧想的代志。搁一项，马偕牧师伫台湾咧传福音的时，事实上也拄着足侪的挫折，足侪的困难。其中包括清朝甲迄个法国烧台，迄是一个足大的困难。其中也包括讲，伊的老母伫加拿大已经过身去，当伊接到批的时，伊知影讲袂当倒去嘛无效啦，老母就过身去啊。伊的心非常孝念伊的老母，非常孝念伊厝内面的人，孝念伊的家乡。
但是伊伫写完这了后，伊后壁有一句话，伊讲：加在有一日，咱伫天顶拢会阁相见。伫天顶，天会做家，咱所有人会阁再相见。马偕牧师常常将上帝所交代伊的工作，伊记牢伫伊的心内。伊也常常会记得，咱伫即个世间的时间是暂时，有一日咱拢要得去到伫天顶。同款，咱看保罗今日伊所写的即个腓立比书即张批内面，咱看见讲，伊也咧劝勉腓立比即间教会内面的信徒，每一个信徒爱做啥物款的信徒，每一个即间教会伊仰望因成做一间啥物款的教会。伫即个第4章第9节，甲我咱有说明第4章的第8节。伫即个第9节的内底安尼讲，伊讲恁对我所学习、所领受、所听见、所看见的，拢着惊伊。对我所学习、所领受、所听见、所看见的，拢着惊伊。伫遮保罗连续用4个动词，咱会通甲理解讲头前2个动词学习甲领受，特别是关系耶稣基督的真理，关系咱基督教信仰的内容，伊所领受、所学习，咱对头壳所学落来。但是伊后壁迄2句，你所听见甲所看见，就讲看见伊保罗伊安怎讲话，伊安怎做人，伊安怎行达。这个信徒恁看见了后，恁就爱照安尼来行。我相信这也是不管是马偕牧师也好，还是讲阮伫神学院咧做老师的人，阮一个真正要紧的自我期许。阮期待做老师的人，毋是干那教互学生有知识尔，毋是干那教互学生知影讲圣经内底咧讲啥，那安尼抑阁无够。神学院的老师，伊应该着爱家己成做一个好的模样，不管伫伊所讲的话，伊所行的代志，会通做学生的模范，然后互学生通过老师对老师身躯顶所学的，最后伊会通学起来了后，成做伊的个性，成做伊品格的一部分，然后用安尼去将来去教会牧会时，会通帮助教会的信徒。保罗伊讲：恁对我所学，恁着惊伊。伊即句话事实上毋是夸口，因为咱知影腓立比教会是保罗伫欧洲所建立的第一间教会，而且嘛毋是干那安尼。保罗伊的传道生涯内面，伊大部分的时间拢靠伊亲手做工、做帐篷、织帐篷来饲活伊家己。伊无常常摕教会的互伊的奉献。但是即间腓立比教会是例外，因为即间腓立比教会伊伫信仰上已经真正成熟，所以保罗愿意接受因即间教会对保罗的奉献。所以咱若即个第4章佫继续读落去的时，伊有甲即间已经真正成熟的即个腓立比教会，为着因所奉献的代志，伊向因来说道谢。因为腓立比教会伫信仰上的成熟，互保罗得到真大的安慰。伊伫信仰上的成熟所表现出来，就讲因伫真正的行为顶悬会当行动出来。也因为安尼，所以帮助保罗伊的宣教的事工，也帮助保罗伊会当去训练一寡门徒，遮的学生将来会通去成做教会的传教者。所以保罗伊毋是干那是本身一个传教者安尼那定，伊事实上咱会通看做伊嘛是一个神学院内面的先生，因为伊有训练提摩太，也佫有训练其他的人，咱无一定逐个名拢知，但是咱知影伊也培养第2代的传教者，互后来才会教会继续有传教者会通落去。同款的情形，咱会通理解马偕牧师。马偕牧师来到台湾了后，伊当然第一个传福音。传福音了后，这教会渐渐建立的上时，伊对所信的这个基督徒内底，经遐的较聪明、学习较好的，对遐中间甲伊拣出来了后，培养因成做门徒，甚至最后成做传教者。当然，咱知马偕牧师后来伊也设立这个
咱佫叫做家医馆，用医疗的方法也来传福音，互佫较侪人来信主。所以后来马偕牧师伊倒去第一摆倒去过10冬后，过去加拿大，佫倒来台湾的时，伊得到一笔募款，一笔捐款。这个捐款叫做后来起这个牛津学堂。事实上，牛津学堂即马伫咧真理大学的内面，这就是新学院的第一个建筑物。咱也拢知影，到后来伫日本时代，新学院有刷来到伫咱牛埔庄这个所在。所以呢，对这个所在，有一段时间，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后，那个对这个所在搬去到伫现在伫杨德大道迄个所在。马偕牧师传福音。建立教会的常识，培养传教者，因为咱若有好的传教者，将来教会伊就会当得到好的牧养，教会会当继续复兴起来。保罗伊写这个腓立比书的时，伊已经坐伫监内底受关监，伊甚至已经知影，可能伊伫这个地面上的时间剩无偌济，就是讲伊要顺道啊。当一个人伊特别开始佫较真实咧面对着死亡的时，我相信伊有真侪看代志的角度会甲以前无共款。所以伊伫遮，伊劝勉遮的腓立比的教会信徒，毋通注重地面上的代志，毋通注重遮暂时的物件，因为所有遮暂时的物件，最后有一日拢会过去。但是较要紧的是啥物？较要紧的是通过咱的服侍、咱的敬拜，互咱即个人的本身会通改变，咱个人的生命会通改变。世界上所有的物件，咱看会到、摸会到的物件，全部最后拢会朽坏。但是咱人的生命经过改变了后，咱有一日即个生命要去到伫上帝的面头前，这是极其宝贵的一件事。保罗写批劝勉腓立比的教会信徒，爱常常孝念这个代志。亲爱兄弟姊妹，我毋知咱大家做信徒遮尔久的时间，咱有常常孝念有一日咱要倒去天顶的做家啊无？咱若有咧想这个代志，咱一生所行出来的效果，最后会甲咱无咧想这个代志所行出来的效果是完全无共款。结果我有讲起，马偕牧师伊拄着上介大的挫折、上介大的困难的时，伊最后拢会想着有一日咱要去到伫上帝遐。但是通过安尼，伊会通阁得到新的气力，伊会通知影讲伫目前这足大的挫折的内面，上帝有愿意甲伊三甲伫地。伫遮下面，我要甲大家分享一个见证。有一个牧师姓王，我熟悉这个牧师，真正尊敬这个牧师。伊后来伫咧做牧师的任内，可能是50几岁，还是60多岁，得到肝癌。得到肝癌了后，教会兄弟姊妹大家拢真认真迫切为着伊祈祷盼望伊会通好好休困去治病，看会通恢复啊无。但是这个牧师，伊感觉讲教会真侪事工放袂落去，所以伊虽然有哪有去治疗。但是抑阁用真侪心神伫教会内面，到后来，因为这肝癌已经发展真紧，所以这个牧师互上帝接倒去。我所要讲的是，伫这个牧师要互上帝接倒去的迄段前后几日的时间，伫教会内面有一寡真正认真迫切为着牧师、为着教会咧祈祷的人，因有看见异象。有的人看见异梦，我所讲的拢是我熟悉的人吼。其中有一个牧师，伊讲伊梦见讲伊去到伫即个王牧师就是后来过身这个牧师。伊梦见讲伊去到伫王牧师的办公室要找牧师的时，讲开规个办公室拢收较清气当当，拢无物件，窗明几净。伊做一个梦安尼尔。当然，伊毋知影啥物意思。阁有另外一个牧师，这个牧师是伫国外，但是伊有哪知影王牧师破病这个消息，所以常常为着牧师祈祷。
伫牧师要过生的前一暝，伊做一个梦，伊讲伊伫路林去撞着王牧师，撞着王牧师，因为两个人拢做无用啊，所以呢擦身而过，甲他简单三招问，然后伊甲即个王牧师问讲：啊，牧师你要去倒？即王牧师甲因讲要去坐快车啦，坐快车。啊，两个人握一个手，伊个会记得讲，啊，牧师毋是破病哦，这握手佫真有力咯。啊，这王牧师甲握手，啊，两个就擦身而过，啊，就开始家己行家己本来要去的所在。伊嘛毋知这啥物意思。伫王牧师迄一日下晡4点外是过身。伫这进前，教会有一个执事，这个执事是我青少年的时，伊做阮青少年的辅导。这个乌执事，伊讲伊伫4点外咧祈祷的时，伊伫祈祷中看到异象。伊看到异象，看见讲耶稣抱着王牧师啦。伊当伊看见这个异象的时，伊心内咧想讲啊，毋知是毋是讲上帝听伊的祈祷，所以耶稣要来医治王牧师啊。伊心内是安尼咧想啦，吼。伊毋知这异象啥物意思。4点外做这个异象，到5点外。接到电话，所敬听的王牧师，上帝已经接到去。虽然大家非常的毋甘，大家非常的敬听这王牧师伫伊的林内来离开，但是因为阮后来事实上这的见证拢是因私底下甲牧师娘讲的啦，吼。但是因为因私底下有甲牧师娘讲这代志，阮后来信徒听到了后，阮逐个人非常的受到激励。因为咱知影，咱做一个基督徒伫即个世间，咱有真侪苦难。咱做一个基督徒，咱可能为着教会特别来拍拼，咱有时会承受真侪讲袂出的这个挫折。特别是做长老、执事、做牧师的人，我知影，事实上拢有真侪压力。但是，当咱听见这个私底下的见证的时，这毋是一个证明，这是一个记号尔，一个象征尔。但是上帝赏赐这个象征，要勉励咱每一个人的心。当咱来认真为着上帝的教会来拍拼，咱认真为着福音的事工来拍拼，有一日上帝要接咱倒去，有一日咱会去到伫天顶的祖家。世间的艰苦是暂时。世间所有的这一切，不管是享受，嘛是暂时。上解要紧是，咱的生命最后会去到伫上帝的手中。所以，咱要真做一个什么款的人，就爱问讲，咱平常时伫咱心内，伫咱的头壳内，咱咧笑念啥？咱所笑念的，若是些天顶的代志，有一日，咱要真做是一个荣耀的身躯去见主的面。咱咧少年的也是亲像我甲我讲啊，我讲起来我家己也感觉真歹势啦吼。但是咱咧少年的也是这食的物件啦，咧佚佗的物件啦，这无啥重要，迄毋是讲歹，无啥物歹，但是迄毋是足重要的代志。咱毋通放咱全部的精神伫这个代志顶悬，因为有更较好、更较有价值、更较水的代志，遐个代志是天顶的代志。我非常感谢上帝，咱双连教会规个教会也好，也是咱的牧师、中职、同工、信徒，对新学院有真侪大的帮助。特别除了甲我所讲起即个年鱼米的赞助会以外，佮对4当前开始，2013年，咱双连教会也正做台神去伫缅甸宣教的宣教伙伴教会。咱双连教会有斗出钱，也斗祈祷，因为咱有送宣教师去到伫缅甸迄个所在，伫遐甲当地人伫遐生活，然后亲像当年马偕牧师来到伫台湾同款，咱的宣教师伫遐来向当地人传福音。我相信咱双连教会所做的这个工，上帝的确会纪念。这亲像保罗伫今日所讲的，既然是真实、好名声、有德行、通学乐的。咱拢笑念伊，我相信也是亲像保罗伊所讲的，第4章的第9节，伊后壁还有一句话，甲我咱拢还袂读。第4章的第9节，我对第9节搁读起。
恁对我所学习、所领受、所听见、所看见的，拢着行伊。就赏赐平安的上帝，要甲恁三甲之地。赏赐平安的上帝，要甲恁三甲之地。我愿望咱过去马介牧师伫台湾所留落来这真正水的卡粒，继续成做咱的模范。保罗先生对菲律宾教会所劝勉的这话，也成做咱的劝勉。愿望咱双联教会甲新学院做伙合作，也特别关心，继续来支持新学院，为着新学院的需要来帮衬。愿望互新学院伫遮的其他物质的生活顶悬，伫学校的宿舍的建设顶悬，拢无欠缺，互咱的学生甲老师会通专心伫遐来读册。最后，呼吁咱所有若是有感动的，为着新学院来奉献。恁的奉献，我相信上帝会纪念。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满心懊恼感谢你。因为你拣选阮，互阮有福分来得到这个福音，互阮有福分来知影耶稣基督的真理。主啊，阮伫过去，阮也得到上帝你真多的恩典。阮知影，阮正做一个教会信徒，阮着认真拍拼来传福音。阮也认真拍拼要明白主你的真理，而且阮愿望会通将这真理福音传扬互更较侪人。主，恳求你帮助阮，阮每一个人会通改换阮的心思意念，互阮常常会通少念天顶的祖家，互阮会通常常去少念什么是合伫主你的心意，什么是无合主你的心意。通过安尼的训练，阮有一日，当阮去到伫主你的面前的时，阮会通得到主你甲阮讲，阮是一个好佮真忠的仆人。主啊，恳求你帮助阮，怜悯阮。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